大家好，歡迎大家嚟收睇玄學齊齊噏，我係劉思齊。咁我哋繼續講埋12生肖啦。咁我哋仲有3個生肖咧就未講嘅，包括就係雞啦、狗啦同埋豬嘅。咁12生肖都係一個基本嘅框架嘅，係啦，大家唔好太過着意。講得好嘅運程唔錯嘅，恭喜大家。如果假設你個生肖出嚟嗰個運程可能麻麻地，唔好介意嚇，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參考之數，好冇？咁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開始講下啲12生肖。講雞先，首先恭喜雞先。其實喺雞嚟講咧，佢嘅運勢喺26年咧真係唔錯嘅。咁佢有多粒吉星啦，包括太陰星啦、紅鸞星啊、天月星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吉星貴人星嚟嘅，係啦。不過因為太陰星啦，太陰星其實係有利咧屬雞嘅女性多啲嘅，係啦。因為屬雞嘅男性咧有太陰星咧，變咗咧可能會多咗啲桃花，係啦。咁如果驚就係把持不定咧，就容易出現第三者啊呢啲咁嘅感情嘅叫做糾纏啊咁嘅狀態。好。咁啊，整體上咧個運勢咧都係向上嘅，人緣極佳，所以一年咧可以盡量去多啲交際應酬啦，可能當中咧會得到好多嘅唔同嘅機遇啦，係啦，或者唔同嘅發展嘅。同埋咧，因為有紅鸞啊，紅鸞係關乎啲人緣啊，或者係人際關係。天月咧亦都係貴人星，所以咧太多貴人圍繞住雞嘅朋友啊，咁所以26年咧要好好把握呢一年，一年可能係你一個轉捩點嚟嘅，係啦。同埋咧如果有意結婚嘅朋友咧，其實26年有紅鸞必然會遇到天喜啦，所以紅鸞天喜齊到嘅時候咧，可以談婚論嫁噶啦。26年啦。工作上咧貴人輔助係必然嘅啦，所以咧尤其是係女性嘅貴人咧對你哋都特別有利嘅。如果你有意係發展你嗰個事業想更上一層樓啦，咁可以同人多啲唔同嘅合作，因為所有屬雞嘅都好容易遇到你嘅貴人啊。咁所以如果我有啲嘢想同人合作啊，去搞生意啊，或者去合作做一件事咧，都會容易成功嘅。咁所以咧有利發展你嘅事業。咁但係佢都有2粒空星嘅，一粒叫做冠索啦，同埋一粒叫勾神嘅。呢啲會影響咗你嘅處理事情嘅時候咧，會同人太多嘅糾纏啦，譬如有金錢上嘅問題嘅糾纏啦，係啦，或者一啲因為拍硬檔啊，嗰個朋友好多年啦，咁佢可能會揾你幫手啊，但係到頭來可能又有啲瓜葛上咧，大家搞唔清啊，咁所以咧26年咧最好所有嘢咧都係咁啦，人情還人情啦，數目要分明，大家要講得清清楚楚啊，應該要點做啊，大家要點合作啊，你負責咩項目，我又負責咩範圍，咁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咧，就會好多糾紛啊，係啦。同埋咧26年唔好借錢俾人啦，係啦，唔好去同人做擔保啦。係啦，因為你有個2粒空星咧，都會令到你有呢啲咁嘅糾纏嘅嘢嘅。因為如果假設你幫人做擔保之後，人哋有啲咩嘅閃失咧，個問題就會找上你啦，你就會好麻煩。咁啊，基本上咧運勢上都係上升嘛，所以財運咧都好穩健嘅，正財好穩健啦。但係提防有少少嘅額外嘅開支，係啦。所以咧金錢咧上邊你就一定要有一個小心啦，因為驚一啲額外開支令到你有段時間或者有1個月會有啲因為金錢上嘅問題咧而令到自己煩惱。感情啦，感情都講啦，因為有得紅鸞啊嘛，咁所以單身嘅朋友好容易就可以喺呢個年頭咧揾到自己一啲心儀嘅對象嘅。係啦，戀愛嘅朋友就即係有機會嘅係拉埋天窗啦，
最緊要就係結咗婚或者係拍緊拖嘅朋友就小心，有第三者容易嚟破壞之間嘅感情嘅。健康方面，基本上成年都冇乜太大嘅問題㗎啦，只會都係啦。作息規律啊，做下運動啊，飲食健康啊，咁基本上就成年都基本上係健康係啦，冇乜太大問題嘅。咁啊，恭喜阿雞啦！雞應該係我睇咁多個生肖叫做唔錯嘅生肖嚟嘅。好啦，跟住到屬狗，屬狗佢又吉凶參半啦，3個吉星，3個凶星。咁啊喺運勢上咧，屬狗都叫做穩定嘅，因為佢始終咧同太歲咧係叫做三合，咁所以屬狗都係穩定啊。有吉星輔助啦，有利提升你哋嘅職位嗰個提升啦，係啦，同埋咧喺事業上面咧有貴人去幫助你嘅，所以運勢基本上就唔錯。因為有3台啦，3台代表啲階啲梯級咁樣啊，咁你一步一步就行上去。咁但係記住啦，屬狗嘅人咧就唔可以心急嘅，係要一步一步嚟，因為係嗰個梯級嚟嘅嚇，佢唔係跳級嚟嘅，所以一定要慢慢一級一級慢慢上。你係好自然地一級一步一級一步咁樣上到一個最佳位置。咁所以喺呢個運勢唔錯嘅時候咧，咁把握下咯。不過你空星入邊咧有五鬼啦、官符啊同披頭嘅，咁五鬼啊、官符呢啲咧就會影響你容易即係有官非啊、有是非，所以屬狗嘅人咧，凡係關乎一啲契約啊，都要睇清楚啲先，係啦，謹慎去處理，同埋提防一啲咧人事嘅糾紛咯，啊，盡量都唔好多管閒事啦，做好自己，人哋嘅嘢就唔好理。係啦，希望避免一啲口舌之災啦嚇。咁喺財方面咧，其實進財咧係要小心嘅，因為有五鬼啊。五鬼係一粒好衰嘅星。當你有咗錢之後咧，佢就會令你要跌錢嘅，揾到又跌咗，揾到又跌咗，變咗咧變相好似咧進財嘅錢咧好少啊！我明明揾到筆錢嘅，但係跟住又好似又要使咗去咁樣，所以會有呢個咁嘅財來財去嘅狀態嘅。咁所以只要你係謹慎去理財啦，嚇加強自己嗰個財務嘅管理咧，基本上咧都可以平安度過噶啦。最緊要就係喺投資啊同消費方面咧，都要諗一諗先去咯。究竟嗰個錢係咪一定要係使咧？應使得使咯，係啦。譬如你去旅行咁樣，我覺得啊都想去一個旅行，咁無妨嘅。咁就唔好話哎呀我呢個月去完旅行，下個月又想去旅行，咁你就要諗下，需唔需要咁密咧？係咪啊？去少啲咁樣咯，係啦。所以應使得使係好重要嘅。另外咧就唔好亂咁過馬路啦。係啦，揸車係小心啦。點解？因為講咗你有個官符啊嘛，即係好容易就會同啲官非是非咧就扯上關係嘅。啊，所以搭車最緊要點啊？攬安全帶，上小巴又好，搭咩車都好，搭巴士都好，有安全帶都扣咗去。如果唔係咧，個個上車都冇事，但係當你上車就唔知點解就中咗招啦。咁所以記住啦，盡量唔好抌垃圾，唔好違例泊車，搭車又扣安全帶，希望咧減少呢啲事情出現嘅。如果再講咧，就係粒華蓋星，華蓋星又係一粒吉星，又可能係一粒唔好嘅星。佢因為點解咧？華蓋係代表才華嘅。其實可能你做一啲關乎一啲創意嘅工作啊，或者要去一啲要諗嘢嘅工作咧，可能華蓋咧係幫到大家手嘅。但係華蓋咧有藝術啊嘛，藝術嘅人就點啊？藝術嘅人
一定入邊有好多嘅叫做孤獨感嘅，係啦，因為周圍嘅人未必咁容易明白佢諗緊啲咩嘢啦，亦都唔知點樣同人分享啦，所以咧華蓋會有影響到佢有個孤獨感，係啦，成日都好似鬱鬱不歡咁樣啊，咁啊啲藝術家嘅狀態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咧驚，因為呢啲咁嘅狀態咧，令到你有一個情緒嘅困擾啊，係啊，精神會有啲壓力嘅，所以26年可以嘅話咧，就可以出去散下心啦。係啦，放鬆下啦，將嗰個煩憂咧去放下，係啦，或者做下啲叫做靜坐啊、打坐啊，係啊，或者一啲叫做心靈嘅嘢咧，都對你哋都有一個幫助個情緒嘅。同埋咧因為始終會因為五鬼啦，亦都會產生一啲疑神疑鬼嘅嘢嘅，係啦，咁就所以26年就唔好諗咁多，係唔好自己去諗。啊，係咪咁樣啊？我覺得係咁樣啦，唔好有呢啲咁嘅狀態，唔好去諗，或者去證實下先，係啦，或者有陣時係自己諗多咗嘅，所以最緊要就係呢個年頭啦，唔好亂咁諗，係啊，最緊要大家溝通清楚，朋友又好啦，伴侶又好啦，都要用時間去溝通嘅，唔好自己喺度獨自懷疑啦。咁樣喺呢個26年都要小心啦，因為有血光啊，係啦，咁啊所以出去唔好做一啲高危嘅活動啦，係啦，唔好去揸快車啦呢啲啦，係啦，如果假設避開呢個血光咧，你其實可能即係都係一啲小病小痛，所以唔使太過擔心。好，最後啦。最後到豬就有2粒吉星嘅，係啦，3粒凶星，咁啊月德玉堂，咁月德又係貴人啦，玉堂又係貴人啦，係啊，即係有啲貴人星，所以咧26年咧嘅豬咧其實比25年係進步嘅，比25年穩定嘅，係啦，咁啊始終係有吉星啦，咁啊所以屬豬嘅人咧喺做嘢方面咧，同啲同事都容易夾得到嘅，係都冇乜摩擦嘅，亦都可能譬如你有下屬啦，或者同事咧，都互相幫忙啊，係你又幫下我，又幫下你咁啊，所以都有扶持嘅，有逢凶化吉嘅現象嘅。事業所以都有一定嘅發展機會啊，屬豬嘅朋友，收入就普普通通啦，係你唔好諗住會賺好多錢，總之穩定，係啦。會慢慢漸入佳境嘅，但係要注意啦，因為你有凶星咧就劫煞啦、死符啦同小耗嘅，咁所以26年啦要留意下個人嗰個壓力啊，會唔會因為壓力太大嗰陣時咧就會影響咗自己嘅情緒啊，無端端發脾氣啊，或者影響咗自己嘅健康啊，或者因為我壓力大啊嘛，可能啲胃痛啊、頭痛啊就纏住咗你啦。所以最緊要就係休息要有規律啦，同埋就係要俾自己足夠空間，係啦，因為你26年會好多壓力，好大壓力，你一定俾自己多啲空間，唔好逼到自己咧去到一個死胡同度。所以工作唔好過量，要識得去分配啦。邊啲時間要休息，做到咁上下就要唞下先，俾自己去一個喘息嘅空間，咁啊自然就會健康噶啦。仲有咧就因為有死符啦，係啦，咁啊有啲小人會喺後邊陷害你啊，小心呢樣嘢。所以同人去溝通嘅時候咧，盡量都係咁咯，少説話多做事。我呢個成日都係咁教人噶啦，少啲出聲就少啲摩擦，少啲摩擦就少人督你背脊，係啦。做好自己本分，唔好多管閒事啊！我哋呢啲嘅係小心駛得萬年船，最緊要做好自己就得啦。喺生活方面咧，因為有粒小耗星咧，咁可能咧都會有啲額外嘅支出突然間出現嚇，咁或者係有啲意外又要損失咗一啲財啊咁樣咯。譬如可能罰款、抄牌呢啲啦，
係啦，或者唔見咗啲銀包啊、手機啊，要買嗰個啊咁樣咯，係啦。所以記住，26年唔好衝動消費，應使得使啦，係啦，因為你始終有個小號星啊，小號星咧係你唔覺唔覺就使咗啲錢，唔覺唔覺又使咗啲錢，佢唔係大嘅啲錢，但係陰啲又使咗你，等於好似咁講啦。食飯咁樣，原來你嗰個月原來好多應酬嘅，每次出去都一千幾百，哇！原來成個月計翻起上嚟咧，都去咗成5、6千蚊啦咁樣咯。咁所以就係要消費嗰度，要自己要衡量下點樣去控制。感情方面啊，又係啊，因為會有啲容易摩擦啊，同伴侶。點解咧？好似咧聽12個生肖咧，好多時都會講會有呢個成日同伴侶摩擦，或同人摩擦咧，關乎緊就係因為九運同埋明年咧26年咧係丙火之年啊，火氣太重啊，所以人嗰個情緒咧根本就係好波動。就算你邊一個生肖都好，嗰個情緒都係波動嚇，爭在只係多中定係少嘅啫，但係都係會情緒波動嘅。所以你見咧，好似聽12生肖劉師傅好似講來講去都成日都叫話人哋會有摩擦，點解會咁咧？因為九運就會有呢啲語言上嘅誤會啊，講句説話突然間你覺得唔好聽啊、隱耳啊，跟住就會嬲咗我啊，嬲完我之後又會喺背後講數我啊，話我咩是非啊，就會係咁產生。所以嚟緊咧，唔淨止係個人啦，可能當可能娛樂圈又好，或者成個資訊界都好啦，都可能咧成日都收到啲咁資訊，邊個唔啱邊個，邊個同邊個又嗌交咁諸如此類，好多呢啲發生嘅。所以我哋喺個人嚟講咧，最緊要就係包容啦，忍讓咯，有乜事唔好即刻發脾氣先，靜一靜，諗飲杯水先。飲杯水之後冷靜，之後再諗下呢件事情究竟係咩事，係啦。飲水咧好重要，除咗飲水會健康啦，其實當你好憤怒嘅時候咧，飲水當你飲落去嘅時候咧，或者最好用飲管啦，用飲管啜啦，當你啜嗰下咧，就等於你深呼吸一樣噶啦，你個人會自然放鬆啲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凡事遇到問題咧，唔好即刻怒火衝天，我哋即刻坐定定。飲杯水，冷靜下先，先至再去繼續嗰件事情。好，12生肖就講晒啦，多謝大家去收看啦。如果大家咧對呢條片覺得 OK 嘅話，你就俾個 like 我啦，甚至可以俾個關注我啦，好唔好？我哋下次再見，希望咧有你嘅關注，我會錄多啲片俾大家睇啦。好，拜拜。